叫你弄那条路的条毛笔啊？哦，没有东西，一样多嘞，老嘞，我包。六块不嘞？身边，有的，别有来。我当了，哦对，你俺那6块钱都得了，俺当没费啊，有不？别有来。不用，快有来哩。哎，俺当然没留下来嘞，身边那嘞，6块不嘞你寄来？啊，现在你那当，那当，你当俺那快你弄嘛没身边好的。留下。哟，你当你多了，好了，老板我明白了，也当不留钱了，对。俺们有你弄那变快了。留下了。有了，俺那好不俺们就不要有啊，有的，听得到说呀，你得到那俺都那么快嘞。快乐呀，有了，俺让他有了，没在，俺当然没在过。也有了，到没？人多。你人多了啊？起来的不多噻。你那不对呗？起来的不多噻。你那不对呗？我们等一下。 OK。